嚟，係咪大哥？你去看今咪東西人都是方方啦，冇使啲南咪啲人啱多驚用嘅南雞沙嘅冇。哦，家姐真冇啊！哦，真冇啊！雕啊，雕字啊，真冇啊！按當然用真用雕，我講我雕啊，我都上我日計福音吧。福音啊，在馬太福音啊，6至25及26節用人講到，跟26節耶穌講。你望個雕啊叫我在天堂啊叫啊，冇種乜嘅東西，冇準備乜嘅東西，但係佢要修轉出去，背出去，潛有質量轉大家嘅為數嘅嘢啊！雕啊冇種乜東西啊，上帝要照顧本佢識。佢都厲害自家嘅上帝。不過自家演呵。係嘛？所以馬太福音6、25節，上帝講自家啲吧，耶穌講嘅話。我將一嘅生命中，我將一嘅身份中，唔是少一嘅身份中，係咪呢？因為上帝要看顧你，唔是少一嘅身份中，唔是少一嘅識，唔是少一嘅鹽，唔是少一嘅作，因為上帝啲兩種價值觀係用到嘅。自家嘅天賦啲吧，上帝安排俾自家，但係自家人都係見，從個表揚出嚟潛識，自家嘅人咩係見，係做，係想做條路，想做蛇，冇難事都冇事啊。Makanya dia嘅福音喺6、33節，簽上帝嘅天國，簽dia嘅福音，簽上帝佢咪祝福自家。安排俾自家。第一嘅祝福你平安、健康、快樂，你要出去做條路，要清晰做到人平安、人健康，做到有利息。你自己人健康冇平安，自己不要出去做事，做到都讓人煩，自己多少利，做到都唔信。係冇呢？係啊！Makanya自家嘅上帝識分析，講出一個話語，本自家啲一個福音，唔是少一個識，唔是擔心一個作一個鹽，因為天賦啲自家嘅係用到，因為到兩種世間人各處嘅民族都係用到，係識到，係作兩種，就係但係嘅話語講嘅福音，上帝天賦啲自家是有㗎，但係係簽嘅上帝人。簽嘅天國先，簽天國咪是家係嚟親近上帝，係嚟就嘅福音行，就上帝嘅命令嚟行，係親密嘅上帝，要隻渴慕嘅心對上帝，要隻妒忌嘅心對上帝，上帝咪祝福自家，一個平安快樂共下本自家，健康共下本自家。要平安要快樂，身體健康，自家要精神可以做工作，可以做事。要精神要健康要快樂去做事做工作，熱天做到要利息，係咪呢？自家多少年多煩多擔心，自家冇精神嘅變羅棚，自家做條路要做到唔順，係咪呢？不錯，第一自家係仰本上帝，就家嘅福音嚟行。照上帝嘅命令嚟行，一天自家世界喺度，上帝安排俾自家，你保佑自家，俾自家快樂，俾自家歡喜，係咪？信主耶穌上帝應是發應是將來錯。主耶穌上帝咪安排俾自家。最重要自家仰門嘅，前幾就叫福音行OK， 我禱告本隆重兄弟姊妹，要聽呢個福音等等嘅，多少按多擔心，按多煩惱我係講隆重兄弟姊妹聽，自家嘅謙卑嚟到上帝嘅面前，求佢安排俾你，你就條心嚟簽佢，你相信佢，就叫嘅煩惱嚟行，佢會祝福你歡喜，祝福你快樂，祝福你健康，要健康要歡喜，要平安，你要出去做工，要出去做條路，做到有順利，在耶穌基督嘅名嘅感恩嘅禱告。哈利路亞，阿門。